好，看到這大雨一個安尼拼落來，其實真濟代志攏無介方便。伫咧中華有民眾呢是坐公車就愛行雨線，因為外口落大雨，內底嘛咧滴水。這客運公司是回應講，主要是因為這桃城門的風水條爛去，唔才會安尼生。目前已經安排維修，也若後手呢，嘛會加強檢查。明明是坐公車，車頂竟然出現野雨線閘雨的畫面。這陣仔台灣受到黃山河方面甲西南氣流影響，各地頭攏落大水雨。想袂到拜二下晡，中華有民眾坐客運，車頂竟然嘛咧滴雨。其他坐車民眾看到畫面，就認為安尼受較旱。嘛有人講，昨的雨是真正落傷大。這個我們沒有做到，我們不可以亂講，只是知道說昨天真的下很大雨。啊，你當然是有較旱嘛。你沒有保養好啊，當然愛改善啦。啊不，這是那個客人的權益啊。你本身會覺得他們車比較老舊嗎？車子需要代換嗎？當然啦，可是我覺得有點困難。如果要換，早就換了啊。拜二下晡有民眾坐員林客運，當時外口當咧上大雨，想袂到公車車頂嘛咧滴雨，民眾規氣野雨線出來閘雨。客運公司表示，這是因為車頂桃城口的風水條老化出現空隙，才會滴出雨水滴入去車內，已經有安排維修。車頂的逃生窗口防水膠條老化，但是我們已經安排車輛進入原廠做膠條的更換啊，以及加強造成乘客的困擾，本公司在這邊呢，對各位致12萬分的歉意。客運公司表示，目前已經有統計會涉水的公車數量，這陣仔落雨天未安排出車，嘛會趕緊進行維修工作，維護民眾坐車權益。記者楊淑靜綜合報道。